Bonjour tout le monde，我係 Elaine。咁上一集咧介紹咗呢個法國國籍啦。咁今日就講啲 detail 啲嘅申請嘅文件。咁基本上咧，其實無論你係靠結婚啦，定係靠自己申請咧，你都會需要個人嘅出世紙啊，甚至有時候應該係會需要埋父母嘅出世紙，同埋咧你需要有良民證。即係無犯罪記錄啦。如果你喺法國少過10年咧，你會需要喺其他嘅居住嘅地方咧攞到你嘅無犯罪記錄。咁喺香港就相對比較容易申請嘅。除此之外啦，你要需要交一啲可能係 for example for 自己嘅，你要交一啲稅單啦。如果你係自己創業嘅，要交 USAF 嘅一啲最後嘅收入記錄啦。如果你係結婚嘅，你可能需要一啲結婚證明啦，法國伴侶嘅出世證明啊 etc 嘅。咁兩個咧其實都會需要個語言證明啦，咁就係 B1 或以上。如果你考過啲語言考試，你可以交嗰張 cert。如果你係呢啲喺法國讀過學位嘅，可以將畢業嘅 cert 交俾佢哋。基本上所有我提到嘅文件咧，其實咧你可以喺法國政府網站咧，你打 naturalisation 咧，咁其實基本上會出現嘅。然後仲有埋一個 simulator， 你可以根據自己嘅情況揀翻，佢就會話俾你聽嗰個文件嘅 list， 所有嘅外國文件啦，就算佢有英文都好啦嚇，你都要做一個翻譯，咁就要揾一啲traducteur assermenté 宣誓翻譯。每個城市都會有一張 list 嘅，咁你就要揾英翻法或者中翻法啦。自己嘅 recommendation 就係唔一定揾自己城市嘅。咁喺我嘅城市咧，我就有一個好好嘅宣誓翻譯啦，佢做得好快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我將佢嘅 contact 擺喺呢個留言區啦。要小心對清楚翻譯咗嘅內容咧，一定要同原本嘅文件咧係一樣嘅，即係嗰啲重要資料要對清楚。你去申請嘅時候咧，都需要買一個 dam fiscal 啦，即係話呢筆咧係俾政府嘅錢去申請。咁我記得都唔係好貴嘅，即係大概可能係50-60歐左右。咁如果你係爸媽 yash 咧，咁你記得要將呢啲申請文件寄去你所在嘅 prefecture 警察局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靠自己就可以喺網上面申請。咁呢兩個係完全唔一樣嘅步驟，所以大家要記得要小心。如果有其他問題咧，歡迎留言話俾我聽。